管理學校一切事務。校長。清潔校園。校工。處理文書工作。書記。教導學生。老師。協助學生面對和處理學習、社交或情緒的困難。社工。協助老師預備上課用品。教學助理。管理學校的電腦設備。資訊科技技術員。身為小學生，你有什麼責任？我應該專心上課，依時完成功課，收拾書包和管理自己的用品。在學校裏遇到困難時，應該怎樣做？我們可以請學校的成員幫忙，例如老師、校工等。怎樣與學校成員相處？與學校成員相處時要有禮貌，我們也要互助互愛，尊敬師長。學校是一個大家庭，學校成員各盡責任。